两个相同的平行世界重叠，到底会有多么可怕？身份混淆、记忆冲突、现实扭曲、时间悖论，甚至面对不同选择时的道德困境。A 世界的国际空间站遭到不明物体撞击，导致安娜不幸死亡。最后是保罗带领大家成功撤回地球，而 B 世界却截然相反。不明物体撞击后，反倒是保罗失去平衡，被飞来的铁棍贯穿胳膊，钉在舱壁上。安娜立刻控制住舱内火势的蔓延，带领其余人躲进安全的1号舱，并且在第一时间对保罗采取救治。但保罗的手臂被死死卡住，由于太空没有气压，血液会在伤口处迅速沸腾气化，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止血，唯一的办法只有截肢。俄罗斯宇航局命令他们马上返回地球，因为刚才的撞击空间站的电力减少了55%，留下来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。可这一决定遭到亨利的阻挠，他是美国冷原子实验项目的地面负责人。刚才被撞击时，空间站的冷原子实验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它是只能在零重力下存活的全新物种。如果一旦成功，足以颠覆整个世界。为了能将实验继续进行下去，安娜按照地面的指引，冒险走出舱外维修供电系统。可这一切并不像玩遥控赛车那样简单，撞击损坏的面积实在太过严重，通讯又出现故障，与地面失去了一切联系。失联的同时，安娜也看到撞击物的大概面貌，好奇心唆使她拽了一把撞击物。看到物体全貌的那一刻，安娜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原来是身穿30年前苏联宇航员服装的干尸。安娜只恨被牵引绳束缚，没能近距离一睹干尸的芳容。此时的保罗即便已经被截肢，依旧因抢救无效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。当通信恢复，安娜将看到的干尸画像传回到宇航局。俄罗斯航天局的局长艾琳娜看到后神情慌张，很明显她知道干尸的身份，或许她也是当年遇难的成员之一。于是她不再顾及美国的什么狗屁伟大实验，下令让太空宇航员撤回地球。但现实是2个返回舱只有1个可以正常运转，而1个返回舱最多能承载3个人的重量。空间站的生命维持系统恰好能让1个人存活，也就是说4个宇航员之中必须要有1个人留下来收拾烂摊子。安娜果断选择奉献自己，把活下去的机会让给其他人。其实安娜也不是必死无疑，只是不太乐观。太空船的氧气只够她19个小时的存活，每隔45分钟会迎来1次日出日落，到时太阳能才可以恢复供电与地面取得联系。在这期间，他要将空间站的电池与另一个逃生舱的交换，才能有重返地球的可能。而接下来2个世界的初次交汇才刚刚开始。